邀请大家徛起来，咱来敬拜上帝。若是你身体有无方便的人，会当坐咧。今摆我邀请大家，咱做伙来拍鼓啊，互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流出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你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数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全能的神是配得尊崇与赞美的，让我们用这首歌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你用重价救赎我，使我脱离罪恶，叫我这不义的人平行的手，你赐生命帮助我，使我胜过老朽我，祈求万树领我
救我，祈求恩主领我，迈向树林高峰，让我赞美费尽每次，让我敬拜费尽方式，让我不是背靠双手，而祷告费尽有我。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奉到他面前，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让我们用真诚的心爱神与爱人。也让我们能够再次学习顺服神的带领与旨意。让我们一起再一次唱，让赞美，让我赞美费尽每次，让我敬拜费尽方式，让我服侍费靠双手，而祷告费尽有口。歌词说到，让我们赞美，不是只是用好听的歌词，让我们的敬拜不拘泥在一个方式，在不同的方式，也让我们服侍不是靠着我们的双手，我们祷告不是只是用口，让我们更多是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好吧？让这首歌成为我们的祷告。寻求你，亲爱的天父，我何等地需要你，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让我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让我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座前，用心灵诚实寻求你，亲爱的天父，我何等地需要你，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每一天我需要你。我需要你，你话语如甘霖，每时刻我需要你，生命如雨降临。再次对神说出，每一天我需要你。
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神是一位爱我们的神，是在我们软弱中能够使我们得刚强的神。这时候，我邀请每一个人，我们一同来开口来祷告，为着我们与神的关系来祷告。我们是不是只是在礼拜天会来到教会？我们是不是常常在服侍，却忘记寻求神？好吧，我们对神来说，主，我需要你。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你。我们需要你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何等的不足，神你却爱我们。主，让我们有欠缺的，我们就一起用主祷文一起来祷告。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是，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遮，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日时今仔日予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保持。阿们。请咱来交头刻英文21篇，伫信息的后壁32页。我来刻，恁来印。全地就向耶和华出欢喜的声，唱歌来到伊的面前。咱是伊创造的。咱是伊的百姓，就用感谢入伊的门。
就感谢伊学落伊的名，伊的慈爱到永远。请咱来吟圣诗67首《我心学落上帝》，请起立。请坐。咱来交托圣经，记载伫新约圣经希伯来书10章24节到25节，现代中文译本347页，台语汉语本258页。咱来彼此关怀，结力疼心，勉励行善，毋通亲像一寡人放弃了自慧习惯，却要彼此劝勉。既然知主的日子要到，恁就应该安尼。第二段圣经记载伫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2章第1节甲第4节，现代中文译本329页，台语汉语本244页。我囝啊，你爱照着基督耶稣所受的恩典刚强起来。你伫遮尔济正人的面前，对我领受了教导，你也应该交互你所信任的人，会当教导别人的人，就为耶稣基督的忠勇战士，你爱分担苦难。一个做兵的兵士爱争取
中间的学路就袂当互野外的事物颠盘你。这是咱学路青年时班要来学路，敬美主姓名。
感谢青年诗班用咱的水的声来学罗上帝，一切荣耀归于咱的父上帝。这是咱今年牧区的篇牧师要带予咱的信息，爱来教会，爱上教会，请咱恭敬来领受。未讲道进前，咱先来看一段见证。In cities, villages, and dusty towns, across the islands and the fields, waving flags and banners in the air, we share good news to all the world. Play the game and do the best we can. We want to care for everyone, as we learn the way to be our best. We share good news to all the world. We dream of a world where we can be happy, where we can be safe, wherever we go. A place full of peace, of kindness and justice. We'll see this one day, the world of all our dreams. In every nation here upon the earth, we call all the3月份的时，我有一个宣教师敲电话我讲，篇牧师啊，我讲创啥？以前吼，阮咱做伙来做这个宣教的事工吼，今年吼，咱来做来计划明年的4大运的事工。我讲4大运是今年咧，毋是明年咧。当初3月份的时，我接到这个电话时，我真惊吓，讲这个代志要怎样来做？哪有可能咧？敢有可能做即款的代志？咱来看到拄仔看这影片中间有真侪活动爱做，真侪事工爱去行，但是到底要安怎做？只有2个人开始，敢有可能？这教练甲我讲，无要紧，牧师，裴牧师啊，今年咱会当做伙来做，无要紧。我今年哦，我咧想讲，上帝，这若无你应允，我绝对毋敢做。咱的少年教会，咱的种子真厉害吼，拢实在真侪政府的官员哦，要做4大运动，来找种子来斗骹手啊。我讲卖，我绝对卖来做，来试看卖。上帝啊，若是你的应允吼，你爱互我看到一寡条头。上帝，你引带，你带领，毋是我用人的方法去做。当你做的中间，我就想讲，主啊，到底要安怎用？做这个事工遮尔大，遮尔侪工课，毋是我一个人会当去做。在祈祷中间，真奇妙呢！上帝，我伫赛车中间看到一个人对我边仔行过，我伫赛车中间看到，这个人我熟悉的，是我大兄一个朋友。伊伫法国留学，哪有可能转来台湾？我就想讲奇怪。但是第2项，我想到讲，以前吼，伊捌甲我讲过一件代志。伊小妹伫4大运上班，我讲，这可能是上帝应允哦。我就敲电话予伊讲，某某人啊，你来转来台湾？原来伊的老爸破病，所以伊转来台湾。我讲无，你小妹咧？伊讲，拄啊，领洗咧无偌久。我讲哪有即款代志？伊讲，我会记讲伊伫4大运咧上班咧，敢毋是咧？伊讲嘿啊，我就约伊做伙伫遐谈。然后这教练甲这个拄仔说的这姊妹甲伊哥哥做伙伫遐开讲，就讲这4大运吼，要怎样斗骹手啊？咱要想要做一寡宣教的事工，敢有可能？伊就讲吼，
伊是咧国际部门来做 international 即国际部门来做代志，所以讲4年前吼，因的计划讲啊差不多啊。即摆剩一个单位，我来找看卖有啥物单位需要会当斗骹手，会当合作做一寡宣教的事工。啊，伫我听候的时，我就甲即个教练做伙祈祷，我就想讲后来伊就敲电话我，讲文化局迄边一个花博公园有一个 TAIA， 因咧处理即个代志吼，伊毋知安怎做，请阮斗骹手。阮就甲即个陈教练、即宣教师、教练因的即推广协会伫遐开会，就开始讲，因的主管甲只基督徒做伙祈祷，讲因需要斗骹手，会当做一寡宣教事工。转来了后，阮就选一个所在去。找一个嘉宾厅要开讲，讲继续来计划。坐伫迄个所在都开讲，讲4大件代志。招一寡教会传教者牧师做伙讨论的是隔壁，坐隔壁遐拢讲，拢伫4大件上班，伊嘛是基督徒。我讲奇怪，哪有即款代志？上帝啊，拣彩这是你的应允啊！凊彩一个嘉宾厅，原来迄个嘉宾厅是教会开的。我讲哪有即款代志啊？哪有这么济代志，敢若上帝一步一步引传。就说好，上帝啊，安尼我来做，无要紧。虽然这真困难，但是在做的中间，我咧祈祷，8月开始，4大运要开始啊，无半个人会当斗相共，一直到要开会6月底后，有长老甲我问讲，裴牧师啊。有啥物教会甲你配合？有啥物机构甲你配合？我讲收的，2间，一间个常联教会，另外一间还袂答应。因为呢，真侪教会拢真无用啊！伫暑假的期间呢，真侪教会早就计划好，就咱常联教会，明年的事工，咱教会拢计划好啊。今年教会就计划明年的事工，所以到明年的时阵啊。暑假大家拢做无用诶，大型诶教会讲阮咧营会拢做无用诶，无法度。小间诶教会甲我讲，裴牧师，你诶计划真好，但是阮无骹手，阮出一个下手团就无法度啊！你叫阮去做啥？我伫祈祷讲，上帝啊，这是你诶应允嘛？真奇妙，上帝开始呼召，我讲主啊，这是你诶工，毋是我。我伫祈祷的中间开始，上帝安排一寡机构团体，我就开始成立一个团体叫 Y2 Game， 这是个基督徒资源来服侍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中间，基督徒愿意用主耶稣的听，用运动活动、佚佗表演的方法来服侍别人，去听别人是这个团体的宗旨。你按照4大运内底讲 for you for youth， 阮是 for you for youth for kids family 上界重要是 for Jesus。无分教派，无分教会，无分机构，这个团体，然后1个月组成这个团体，开始呼召这兄弟姊妹都会斗相共，10几间的教会甲机构做伙。来完成这个事工，真正人伫倒位毋知有钱无？无啥物钱，开始有人奉献，开始有人做表演的团体，开始有人做真侪无同款的代志。伫这中间，我有一摆印象真深，有一个姊妹有伫阮的摊位，阮就有摊位有伫传福音的摊位吼，一个妈妈带一个查某囝。内底摊位所在，伫遐分享的中间，这姊妹请我为这查某囡仔来祈祷。祈祷中间，因为伊的手发展甲无讲介好，定这手人个手指头无完全生出来。伫祈祷中间，这妈妈伫遐哭甲，但是透过祈祷、祝福的祈祷，上帝安慰来帮助这妈妈。伫阮这个摊位中间，有一个基督徒团体，无同款的团体参与伫这中间。嘛有这运动的选手，
伫这 Kiss Game 的中间来分享伊生命怎样改变，怎样互上帝来使用。啊，这是这单教人也囝哦，伊嘛伫璞园队内底这直男的球员。啊，这边的有人熟悉无？罗锦龙啊，这是棒球选手，有人熟悉无？哦，表示恁毋是少年人。伫这活动的中间，真侪人传福音。我知影伫在座真侪人去斗骹手，甚至有人到伫迄个所在，共鼓励为阮代祷。但是我知影有一项代志，这是上帝讲，毋是咱的讲。但是你做的工，毋是白白空空的哦。咱即届接触了3000几个人，2200个人传福音，超过400几个人次的这个义工做伙来斗骹手。但是主要开始是只有2个人，这2个真少的。但是呢，上帝就是要使用咱，愿意顺服上帝的心啊！我相信这个世代真紧就过，后一代起来，咱要怎样来引带咱下一代？伫即个经验中间，我发现讲上帝真正有伊稳定甲引带。咱爱掠着是上帝意象，上帝带领。咱在军队是咱的主耶稣，上帝互咱的意象，这个头前的目标来跑走，毋是对人啊，来对主耶稣，领受上帝来意象，来完成所交代的。伫即个经验中间，我发现讲，上帝真正是怜悯的人的上帝。伊所做的事工，毋是超过咱会当想象的。咱要怎样引带后一代呢？今日日是青少年主日，咱看到青少年伫遐唱歌，无简单的，叫因唱台语的吼，真正无简单。啊，搁在这青少年伫表演中间，因伫4大运中间伫表演中间，嘛是一个挑战。但是，咱就是爱引带咱后一代做伙甲咱同工。咱的后一代若无愿意做伙甲咱同工，咱要怎样兴起咱后一代教会呢？咱时常讲，咱青少年伫教会出出入入，逐礼拜来教会。有当时别人问讲：某某人啊，你礼拜来教会，你学到啥？通常是青少年讲吼。想看卖来教会学到啥？就来礼拜啊，听牧师讲道啊，查经啊，小组啊，唱歌来转去啊，有帮助无？敢若无啥物帮助呢，对无？你逐礼拜来遮做礼拜，你感觉你有得到真侪物件无？可能最近有啦，听牧师讲道，感受真侪，领受真侪，但是有人毋是安尼想呢。因无想要来教会，教会压力伤大。有一寡青少年无想要来教会，为什么？教会可能感受真无聊。来教会感觉啥？无聊，甲外口世界无共款。教会无聊，教会敢若无啥物意义，对伊的人生的帮助无啥物大帮助。对伊人生来讲，伊敢若来教会只是伊的父母。叫伊一定爱来，但是敢是安尼呢？有一个人吼，伊就写一个批，或者英国一个杂志社，伊就讲吼，伊就埋怨讲，我逐礼拜来教会，那亲像听牧师讲道了，逐礼拜来教会，逐礼拜回去，敢若无感受到帮助，又着伫遐埋怨，但是呢？伊咧批中间写讲，逐礼拜来教会，30年的中间，逐礼拜来教会，听3000几摆讲道，顶一摆讲啥嘛袂记啊？顶礼拜讲啥会记人举手？顶礼拜、顶一个月会记人举手？可能大边差不多就是安尼啦。就讲。写批中间，伊就甲这人讲，
我第礼拜来教会听讲道，但是敢若无得到什物特别帮助。伊就讲一个譬如啦，伊讲我结婚30冬啊，逐顿食我太太所煮的物件，昨食什物毋知袂记啊，顶礼拜食什物嘛袂记啊，但是我逐顿拢食我太太所煮的物件，互我会当活到今日。虽然准备敢若无讲芥青草，但是有够营养啊！这就是青少年可能伊逐礼拜来教会，伊感觉无感受到互上帝来帮助。伫礼拜中间敢若无啥货，但是伊是逐礼拜若不断来教会，伊的生命就不断来改变。但是呢，伊来教会，伊无经历讲啊，伊无写起来讲，我伫教会得到什物帮助。所以有人问讲，你来教会有得到什物款的帮助无？拢毋知。但是我伫遮要提起一点，咱做父母的，咱来帮助咱的教会，尤其咱的青少年，愿意爱来教会啊。那愿意爱来教会，有一项代志要处理，就是咱爱知影咱的角色。在座咱做父母的人，咱爱知影咱角色是辅导，是教练。咱的囝儿是上帝的。咱是管家，毋是拥有这个囝儿，这是上帝手术。教会中间呢，无论小组长、辅导，爱有一个做老爸、做老母，即款真正会疼。无安尼做检测，只是互这个青少年感受到你是啰里啰嗦啊。我为什么安尼讲？时常我听到这个青少年的父母啊。甲即个青少年有我冲突的所在，你知影更年期遇到青少年期足恐怖，你知影？有当时讲我甲你拼啊，你啊厝内底冤家吼，做老爸吼，我是恁老爸呢，你是我的囝，你会听我的哦，讲嘿，更年期遇到青少年期足恐怖，有内底这家长就甲牧师讲，牧师啊，这个囝真歹教，请牧师斗帮忙。我咧想讲，有一项代志，咱爱改换咱的观念。咱爱将咱的青少年囝儿当作是，咱参像球队训练共款。咱是教练，是辅导，是伊的朋友。你莫用权威来教示你的囝儿。囝儿是上帝，毋是咱的。你知影这4大运中间哦，得冠军的时候，你看迄。球队迄这个球员吼，甲这教练咱做伙对无？因是真亲密的关系，但是也是关怀，毋是干涉。关怀甲干涉无共款哦。但是咱的父母时常袂记，咱的厝内底有青少年时吼，时常就讲哦，几点困还袂困，几点爱到倒厝还袂困。这什物代志拢点安啰里啰嗦啦，所以青少年感觉你真啰嗦啊，这样尼麻烦。这是教练吗？毋是呢。教练的工作是讲，你爱计划你的生活，你应该食啥，你应该运动，你爱做啥，除非是你家己爱执行呢。毋是咱亲像父母甲你顾条条。咱的父母的角色，咱会转换成做一个朋友、教练、辅导的角色。教会辅导咧，小组长咧，咱这引带青少年的人吼，真正无简单咧。我教青少年无久了，发现讲这辅导甲这小组长讲，即马青少年真歹带咧，歹教。但是伊需要一个上帝来听。做辅导的人，做牧师的人，像我青少年牧师的人，我应该爱有做老爸、做老母的迄款完全的去接纳因，去听因。这无简单，对我嘛是真大挑战。伫教会中间，咱要互咱的青少年感受到，咱是真正关心伊，真正听伊。若不是无感受到，以后伊袂来教会。所以咱教会，咱看到即个4大运中间，我嘛看到一寡团体，这个团体叫 Island to Island。因咧表演中间啊，你看到因咧表演是
伊囡仔伫倒位啊？做伙跳咧，敢毋是咧？这就是训练甲栽培啊！咱训练咱的青少年嘛是安尼，是真自然的。对细汉就训练，青少年时嘛训练。你看这宣教书的囡仔哦，伊毋是讲来，爸爸即马咧好势，恁伫下骹注意看，毋是啊，伊讲做伙来跳。虽然跳骹无啥好，但是呢，这就是学习的过程。恁看因跳啊，这大人跳啊真自然，囡仔跳啊嘛真欢喜啊。咱训练咱的青少年嘛是共款，是真自然，毋是用强迫方法来叫伊你一定安尼做，教会爱好势做啥做啥做一堆啊，毋是安尼。咱是真自然，尤其是咱做父母的，真自然来做伙甲因参与服侍。不只是咱的青少年辅导，咱的遮个成人，咱的家庭，就按训练咱后一代做伙来服侍。伫咱的青少年牧区，咱有真侪活动，而且咱有成立一个篮球队啊。真侪活动的中间，毋是为着做活动来做活动。咱成立这个篮球队是为着传福音。篮球队内底因真侪毋是基督徒，但是有一寡基督徒参与伫这中间。咱的策略就是讲，咱对这基督徒的同工开始，邀请这无信主的人做伙参与，未信者诚做一个志工，然后信耶稣诚做一个同工。这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哪亲像提摩太后书第2章第20节，拄啊咱所读经文中间，你伫真侪见证人的面前，对我听这个教示，就交托予遐个忠实，嘛会牵得教示别人的人。这就是咱来引带帮赞、训练、栽培咱的后一代，竞选领袖，训练因。邀请因做伙甲阮同工来训练造就别人，这是教会应该做的。咱来对咱的青少年，就训练伊无共文书，无共的迄款的上帝，互伊无共文书，用伫无共款所在，栽培这领袖去栽培别人。咱青少年无区毋是只有办活动，咱办活动的中间，就是开始训练伊。第二项，互人辅导的青少年，也是讲你家己囝儿有当时对你讲一寡建议，甚至反对你所讲的话，表示因已经大汉，有家己的看法。我有当时甲这家长讲，啊，这青少年家长拢真伤心，讲啊，我这青少年哦，无需要拜托啥。伊讲哦，这囝吼，大概我甲伊讲一句，伊就甲我讲9句，就是一言怎样9鼎。我讲吼，这是正常的，你知影？什么时阵你讲的话，你的后生查某囝完全拢听入去？可能足细汉的事啊，国校的事，1年啊、2年啊，幼稚园的事。哦，你该去上课，你食饭，哦，乖乖听，还是囡仔，细汉囡仔，幼稚园的囡仔。当你的囝儿已经是青少年，无共款啊！你要转换你的观念甲看法，做辅导的人。做家长的人，你要知影，你的囝儿一定大汉。有当时会互你真侪意见，对无？有当时会甲你批判咧。哦，你做长老，爸，你做长老的人，哪会讲话安尼？啊，你有祈祷无？啊，你有读圣经无？啊，会甲你考验未？会抗议未？会问未？会建议未？啦，这是正常的啊。你莫过头烦恼，这是这人讲长大人的过程中间的一项。囡仔要诚做一个青少年，长大人过程中间，伊有家己意见。虽然伊看法无一定是正确，但是呢，伊会提出伊看法，表示伊伫大汉，有家己的想法。对读圣经了后，伊嘛有伊的信仰的反省的所在。咱来接来伊甲因讨论。你拄仔看这青少年献诗的中间啊，青少年诗班献诗对无？你知影青少年唱歌无简单啊，尤其
拄啊，迄团是高中甲国中对无？当大人声要悬无倒悬，要加袂当加，唱歌真痛苦咧。啊，更较痛苦是徛伫迄个所在，下骹拢是啥物？拢是长辈啊！你若坐电梯，甲青少年做伙做伙吼，拜托，互伊一个 smile。你莫吼坐伫遐拢无甲拍招呼，也是讲拢安尼有当时青少年吼，伊看到遮长辈拢真紧张咧。徛伫遮唱歌的时，你看因真自然吗？当然无自然啊！手要放伫哪都毋知，怪怪。唱歌要悬袂通悬，要加袂落，这是一个大汉的过程，所以你也知影这是正常的。伫这大汉的过程中间，有一寡意见，甚至对教会有一寡看法，这拢是正常的。甚至有当时我听到讲，这爸母讲，牧师啊，你毋知哦，伫厝内底甲我呛声呢，有可能啊。但是你也知影，伫这青少年伫正做大人的时，伊一个过程中间是爱找人训练伊讲代志的，伊的对象真重要。伊敢甲你呛声，表示讲伊信任你，会当甲伊做伙来讲话对象其中的一个。伊去外口毋敢啊。伊咧训练，伊表达是伊真生气，表达伊所有的愤怒、愤慨，还是不满的时，伊是100%表达出来。但是这是因训练讲话过程，当然你爱帮助伊，但是毋是只有甲骂啦，爱先了解这成长的过程中间，有当时一个月抽10公分嘛有可能咧。你看伊的骹手毋爱去迄搭，衫无够长，鞋鞋袂当穿，即款的痛苦。所以有当时伊在讲话中间，伊嘛毋知我哪雄雄讲即句话啊。所以有当时就的是，互这老爸老母伤心流目屎。当有当时我甲这青少年的这同工伫讲话中间，有人嘛是伫遐流目屎，讲啊，即摆青少年哪会遮歹教？其实毋是这个世代青少年，我青少年时嘛无讲介好教，介搞怪对无？对教会嘛真侪无共款意见甲看法。这是青少年因伫成长过程的中间一项。第三项，咱遮长辈时常讲咱以前少年的是安怎，但是毋通袂记，青少年无过去的经历会当反省，因只有会当经历到现在。但是有几项代志是无得改变，因就是想要真做一个大人，会当管理家己，但是身体生理中间。快速转换中间，因伫适应的中间，所以有当时阮在长辈吼，咱来望咱青少年吼，真爱来教会。有一项代志，你绝对莫讲。什么代志？我甲你讲，阮少年时安怎。因少年的人安怎讲？你少年时无手机啊？啊，就我即代吼，电脑拄啊开始，我读册时电脑。个人电脑的 PC 拄啊开始尔，老一代的因拢袂晓拍电脑。对于阮即代上课的时，伫大专的时开始有电脑，啊，对于阮囝的时，即代就开始有手机啊。我当时咧看伊在我用手机啊，有当时我的后生查某囝走过来讲：“爸爸，安尼饲得着啦？”我讲：“哦，安尼。”啊，以前我是甲阮爸爸讲：“爸爸，电脑是安尼用得着啦。”你知影？无共的世代啊。莫紧讲过去我安怎，哦，教会过去安怎？有一项代志，咱毋通袂记。你当你叫这青少年反省讲，应该安怎做的时，伊无过去会当去想啊。因为即马因是青少年时间，可能咱到一个年纪的时，咱讲哦，回想过去，真正无认真读册啊，莫浪费时间。你甲青少年讲，你想看觅你的过去哦，无过去，只有即马。青少年真注重即马，因为无过去会当反省。但是有一项真重要，就是互因伫青少年时期，其
经历着上帝圣神大力开来甲稳定。这青少年，你愿意来教会，有一项真重的原因，毋是讲过去，但是是讲即马。即马你有经验到圣神大力开来甲稳定伫你的生命中间吗？那青少年有经历到的人，伊就自愿意继续伫教会。我青少年时想我受真济代志，那想袂通的事，但是我若无经验到圣神大力开来，我相信我袂食做一个牧师啊。所以青少年伫转化的过程中间，毋通讲过去要讲安怎，即马，但是呢，会当互伊看到好的典范。这个人叫啥名？你拢捌哦，表示你无啥老哦。林书豪，这是一个 NBA 的选手，是基督徒，是好的基督徒啊。这年年龄甲青少年小可我近对无？可能年龄较远啊，但是甲青少年较近啊。你莫讲过去，你讲即马，遮尔好的球员、运动选手会当互你学习。伊会晓读册无？即马真晓读册啊！拍球嘛真厉害，但是伊信用真好。这是咱会当鼓励咱的青少年，互因去学习，互因看到，毋是只有这条路会当行。上帝祝福真济，你要得到上帝祝福吗？你会选择倒一款的人生吗？毋是大概拢讲到咱遮老一代的过去怎样？哦，阮的青少年时，我咧服侍上帝哦。哦，阮拢教主日哦，教3岁，教3岁。青少年甲伊讲，你爱教啊，但是我无一定爱听啊。我的意思是讲，咱讲过去，咱做真济服侍，这对因来讲无啥物感受。因需要看到咱即马悠远的服侍，悠远的进步。因需要咱这个长辈的接纳，因需要这团体公职员的团体，这长辈、父母、辅导、认同甲关心。教会氛围若是安尼，气氛若是安尼，青少年就真愿意来教会，爱来教会啊！有当时咱想讲，爱来教会有啥物原因呢？有人讲啊，即马青少年都喜欢现代酷炫的物件，是不是啊？所以教会建筑物爱点现代酷炫，上好玻璃拢拆了了，那种无墙的教会，还是讲设备真好哦，有这个什么舞台设备啦，什么拢足赞的吼。还是讲当代音乐，上爱听的音乐，古典的伊可能无爱。有当时咱在修真济问题啊，但是这是主要的问题吗？无一定是啊。有一本册叫《成长中的青少年》，伊讲有6项策略会当帮助青少年这族群，发现要怎样互因来爱来你的教会。这是去年出版的一本册，这本册中间有讲到一项，青少年上爱是温暖的教会啊，就是这间教会有温暖啊，毋是讲设备偌好，毋是啊，伊讲伊去调查美国15岁到29岁，就是所谓的千禧年宝宝啊。这族群的人就注重教会有一个要素，就是温暖。这温暖要素就是，比如讲，就是欢迎、接纳、有归属感、纯正、好款待人、关怀人，这是青少年的爱。毋是真济事工互因做。有当时咱遮做长辈是讲，哦，咱这青少年吼爱训练因做真济代志，这才是好的基督徒。你爱去信歌队，哦，你爱去乐团，你爱去敬拜团，你爱去诗献，你爱去创啥。我毋是讲这是歹，但是青少年伫即间教会，若无感受到温暖，你要怎样彩排、装备、训练，伊去达所在服侍主？
伊都来都无爱来啊！伊为什么要来甲你服侍咧？服侍人做伫上，咱想看觅一间教会，若即个气氛着互青少年感受到，你着无听我，你无接受我，无关怀我，伊会想要来吗？所以我今仔是要提醒咱在座每一个长辈，你看到青少年时，你上好是，互伊一个微笑 ，smile， 为伊祈祷，为伊祝福，接纳伊，帮助伊。我最近有一个经验这经验是阮的青少年有一个青年要去做兵啊。去做兵的时就讲牧师阮想要，我讲你做兵爱做一个纵行礼拜对无？纵行礼拜要做啥？咱普通是，咱即代拢想讲纵行礼拜就是伫厝内底聚会，牧师伫遐唱圣，带大家唱圣诗，伫底讲创啥创啥，就是差不多安尼嘛，对无？古早纵行礼拜是毋是安尼啊？就是伫咧厝内底。伊讲牧师我爸爸毋是基督徒咧。伫教会嘛会使啊。伫教会要创啥？即群青少年就设计一个无共款的纵行礼拜。天书单互我看，嘛无啥物天书单啦，拢用手机互我看。哪有啥物天书单？天书单拢请看手机我着看因赖互我的资讯，这讯息着写拄开始要创啥。我讲嘛是会使啊，真理不变，其他拢会当变啊。阮着伫遐伫12楼做一个纵行礼拜，每一个青少年分享。互这要做兵的这青年一句圣经节，开始大家手机摕出来，就讲我送你一句圣经节。拢对，以前咱即摆拢少年拢一手机出来，我送你一句经节来鼓励，来为你祈祷。就大家轮流分享这青少年，伫这青少年无久所做的好美好的事工，也是该感谢，也是鼓励，然后呢，剃头。你看都是纵行礼拜在剃头的，会使袂？哪会袂使？你爱接纳因所做的物件，若下伫圣经的道理，哪会袂使？剃头，牧师替因剃头，兄弟姊妹嘛做，咱的这其他青少年嘛继续甲剃落去，这个能够祝福伊，为伊祈祷，这就是温暖甲接纳。毋是咱摆真侪事工叫因做，讲这是传承。sorry， 毋是讲咱摆真侪事工互伊做，这是传承，毋是啊。你头一项上界重要，互伊感受到这是主耶稣基督的团体，收听够稳定的团体。第五项，青少年需要有行动起来的模范。毋是互伊看到完美的对象，也是偶像，要诚做伊的好朋友。青少年伊需要看到咱，毋是你讲什么物件。青少年说你讲真济，伊看你什么拢无咧做，伊会跟缀你去做吗？袂啊！伫即届活动中间，青少年无久嘛看到这心灵伫遐认真传福音啊！你毋是甲我讲一堆主耶稣教是咱咧好好去传福音，去普地的传福音，然后坐伫遐困。我相信毋是啊！伫即个世道因中间，我著看到这心灵嘛是诚做大啦，这青少年的模范啊！因坐伫迄个所在传福音，少年自然会对因去共款做共款的代志，毋是只有讲。咱爱诚做因生命中的典范，但是这典范是有瑕疵的。有当时咱伫细汉的时，都看到讲，咱的细囝会将咱的爸爸妈妈当做啥英雄啊 ，hero，you are my hero 嘛。咱细囝的时候，伫幼稚园时看到爸爸阮囝是讲，我会记伊想讲，我啥物拢会晓修理，讲煞尾讲啥物拢袂晓。这是一个过程，你知影？伊想讲我啥物物件，伊个玩具啊，啥物件拢等互我拢会晓修理。到一个年纪的时发现，爸爸有真侪缺点爸爸有真侪毋知影所在
咱毋是互伊看到完美无瑕疵的典范，毋是啊。保罗嘛讲，保罗甲提摩太关系嘛是安尼。保罗有听提摩太无？伊讲我的囝，伊讲我的囝，伊将提摩太当做伊的囝，伊属灵的囝。你看伊怎样引带提摩太？引带提摩太中间是伊做，互提摩太看。这个世代青少年毋是要听你计划啥物，伊要看你做啥物代志，甚至嘛看到你的缺点，看到你的拄着问题、困难甲痛苦，毋是无甲因分享。当这世代中间，咱看到这无共款的团体，咱教会这合唱团表演的团体，到伫迄个所在表演的时，小朋友嘛去表演，这就是一个教会的传承，互因看到咱这大人在做啥物，互青少年看到伊以后应该做啥物。当你安尼做时，伊是讲，传福音这是介重要的代志。伊袂想讲这是要传，还是无爱传，还是讲咱直直计划就好啊。上煞尾，提醒大家，咱来鼓励青少年关怀因到教会聚会，互因养成好的习惯。伫厝内底毋通时常讲到教会缺点甲问题。有当时吼，咱伫厝内底，你会讨论教会的代志袂？会使袂？会使啊，咱会袂当讨论教会的代志，时常爱为着教会祈祷啊。但是有当时为虾米有一寡中职啊、无书的囝无爱来教会，你知影？啊，伫有当时伫咧厝诶讨论教会的代志啊。迄什么人吼，哪会安尼？迄会友嘛是共款，无是中职咯。你伫咧厝内底批评教会，什么人安怎，讲一堆啊。啊，你的囝想讲，着教会遮歹，我逐礼拜去要创啊？尤其是你厝内底有无信主的你的亲人哦，还未信耶稣，你厝内底毋通讲教会问题、教会歹代志。为虾米？毋是讲袂当讲，但是毋通伫伊的面前讲，尤其是毋通伫青少年的面前讲。为虾米？拄仔有讲啊，青少年在大汉的过程中间，伊敢有好的判断，无一定有啦。有当时我甲我的细囝、阮查某囝，伊咧即马伫青少年啊，阮真正是更年期遇到什么青少年期，有当时会变叫。我讲安尼，伊听毋着去，你知影？我是讲哇，这代志大条。我讲当伊受使啊！伊讲爸爸，你拄我意思是安尼？我讲毋是呢，你毋通学白听呢。有当时咱的囝儿误会啊，你厝内底有讲教会的代志，你是希望教会会当改变，但是呢，青少年听伫耳孔内底是讲你伫批评别人，对无？有可能啊。伊无够大汉会当判断这是对还是毋对。甚至将你的话语来误会、误解，甚至对你有一寡意见甲批判。所以伫教会、伫厝内底，咱来真细腻。但是有一项代志，咱阁爱做，就圣经希伯来书第10章24节到25节所讲，咱着互相关心。伫教会中间互相关心、互相鼓励。有一寡人若停止聚会，毋通学因的习惯，反倒转来互相劝勉。伫教会有一项代志，咱就是爱互相劝勉。有人无来教会，你有甲关心无？你的小组中间有人无来教会，你有关心无？青少年无来教会，你有关心无？还是讲无要紧啊，礼拜互伊困较晚的。读册较重要，要考试的时，奇怪，咱的青少年大概到什么人会减？你知影？高三啊，对无？要考大学的时啦，就开始人数变少。佫有真奇怪一个现象哦，明仔载考试礼拜今仔人变少。有当时爸母就讲无要紧啦，
耶稣知影你的痛苦啊，读袂了吼，啊礼拜吼就毋免去教会啦。我讲，你若无甲伊鼓励，你无看重信仰的代志，以后伊袂将信仰放伫伊人生中间上介重要的代志。伊会认为这信仰是残酷啊！我看到真侪青少年，因当国校的时拢有来，到国中的时人数减少，到高中的时人搁较少，然后呢，到大学考掉大学了就无爱来啊！啊，为什么你无爱来？袂习惯啊！啊，我的朋友拢无伫遮，哇，一半以上无去啊！我相信咱来为着咱的下一代祈祷，伊的挑战真济，所面对的挑战真济，甲咱这世代无共，咱爱必须要为因常常来祈祷，互上帝恩典甲听，上帝恩典甲听，伫因的生命中间，互因不断来成长，互上帝为信心的快乐做工伫这个世代青少年。咱做伙来同心祈祷。听阮的天父上帝，阮只是要同心为着这个世代青少年来祈祷。主啊，恳求你信心大能快乐，浇灌伫这个世代青少年，伫你的生命中间有真济引诱的所在。伫伊生命伫成长的过程中间有真侪伤害，可能是这生下主义的伤害，可能是对家庭内的伤害。愿上帝信心来医治透棒，互爸母的心转向囝儿，囝儿的心转向爸母，互这个世代得到上帝拯救。求你帮咱来医治帮咱。在座的兄弟姊妹中间，你有囝儿伫青少年，你实内底真艰苦，因为为着你的囝来艰苦。当你为因祈祷的时，上帝要听你的祈祷，上帝要恢复恁的关系，上帝要听你的祈祷。你毋是靠你家己来转变你的囝儿，你的囝儿是属伫主耶稣基督的。你要来到主你施恩宝座，来到上帝施恩宝座面前，向上帝来恳求。求上帝做工伫你甲囝儿中间，互你的关系会当恢复。主啊，求你帮助阮的少年教会这世代的青少年，互伊有火热的心来服侍上帝，有上帝来快乐。当面临这世代真济需要顶头的挑战、功课的挑战、教会兄弟姊妹人际关系的挑战。愿上帝你亲自来祝福，恢复教会每一个兄弟的姊妹关系。无分倒一场的礼拜，无论第一场礼拜青少年、第二场礼拜青少年、第三场礼拜青少年、英语无区的青少年，每一个人连接伫主耶稣基督内面，为主来跑走。当因自己做伙时，仰望上帝，做伙祈祷，阮相信主。要将少年教会未来交伫因的手，求你施恩祝福伫这项代志里面，互上帝你得到满足。主，阮同心祈祷，乃是奉靠主耶稣圣子名求，阿门。感谢皮牧师，互咱真好的勉励，嘛互咱定定为着这青少年来祈祷。这时，咱来唱信息回应上帝听，信息435首，青年的好牧者，请咱起立。
坐。咱要用奉献来刷食咱的礼拜，请咱头一摆来到咱教会，啊无伫外口填写留名单的来宾，请咱写伫咱座位前有来宾的欢迎卡，请咱写好交互收奉献的职事，互阮会当代表双连教会来欢迎你，请。请咱起立，愿感恩天父，主愿感谢你，愿在万项面拢是你所赏赐。求你帮助阮，互阮会当对你遐来领受，对你遐你的真理，行阮人生爱行路。主，阮也用阮淡薄的金钱奉献伫你的面前，也阮全能的时间奉献互你，求你接纳阮所献，祈祷奉耶稣基督名，阿门。这是我的报告，请咱掀开周报。第5页，请咱来看小会公告。经过本会2017年第7摆小会定期通过，要伫2017年10月22日临时会员互会中举行长老改选。
2017年10月29日的临时会员会会中举行这次的改选，并依据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相连教会长老这次提名推荐的办法，伫本主日伫教会10楼公布栏公告长老这次选举的公布，以及会当参与选举的在职会员的名单。若有任何的疑问，请向小会议长，也是咱小会书记来洽询。咱小会议长就是蔡正道牧师，小会书记康维公长老。本会消息：本主日为青年所定的青年主日，感谢青少年伫第2场、第3场礼拜中的服侍，愿上帝赐福咱教会的青少年，用因的青年的性命为主发光发热，也借即个呼吁兄弟，搁较关心教会青少年的事工，以及青少年生活的性命甲信仰。第二个集体关怀，本会会友于庆章兄弟的妈妈徐陈水秀姐妹，伫9月初8过身，伫本主日伫台中举行公祭，请兄弟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搁另外一个集体关怀，南北府定义的州报我来讲，本会会友黄文章弟兄，也是咱黄吴智慧姐妹的先生，伫9月16日安享主怀，定伫10月初2拜一早起8点半，伫第一殡仪馆静心厅举行日夜告别礼拜，请兄弟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第3点的敬老重阳敬老聚餐，本主日17，就是咱今仔日动到第3场礼拜后有重阳敬老聚餐，地点伫丽苑会馆。请咱本会在职，搁年满65岁已经报名的长者，请咱自行前往丽苑餐厅。请咱先开看第7页，咱教会装备课程有真侪吼，请咱来看。咱有一个。咱若是搁煞咧，即个12月要洗礼的，咱有实体早教班，伫11月的11甲25，咱即摆有分做2工，请咱若是会当，请咱甲咱的遗训干事报名。以上，咱请屏幕师来欢迎来宾。这是代表教会来欢迎来宾王政府、刘温秀夫妇哈，已经先出去啊，好欢迎。另外是连佑君弟兄，在这边，先下去了 ，OK， 好，愿上帝祝福咱做伙来敬拜上帝。好，请咱吟祝福诗513首，愿主赐福保护你，请咱起立全人全首。愿主赐福保护。愿主耶稣基督恩惠、上帝大能的快乐、圣圣的相通，帮助阮每一个人伫这世代做光做盐，来互上帝心意满足。奉主耶稣圣主名求，阿门。
请坐，袂倒，享受清浅。